身穿粉紅色平口小禮服，搭配白色毛披肩，頂着寒風秀出事業線，顯露出好身材。一般常見禮生只有6位到8位，台南武媚娘破紀錄，首次出到100位禮生，從清晨5點就開始集合梳化。真的很火熱，現場真的很火熱，因為一下子要準備禮生，一下子要準備一個，然後就是要跑來跑去的。安平福成堂福德正神平安繞境，上百名禮生走在隊伍最前頭開路，立馬成為現場焦點。路邊民眾紛紛拿起手機，甚至專業大炮搶拍。後頭還有真人一格車，上面坐着10多位穿着綠色、紫色的夢幻古裝美女，仙氣飄飄。當中還見到有廟會女神封號的曾田，和許久不見的最美禮生寧寧。覺得新奇的而且我們就坐很高，覺得有點害怕，其實又有點害怕。這是人生第一次，平常都是在台下看着小朋友們坐在上面，然後想說好好玩，我也想試試看。但我现在坐上來，我突然覺得好可怕。這次除了禮生，當中還有120人組成的宜蘭國光樂儀隊，整齊劃一的步伐加上精彩的拋槍表演，成為最受歡迎的陣頭之一。旗隊，那還有儀隊，那我們還有其他很多樂隊老師，然後我們的特色還有小朋友，然後跟公仔娃娃，北中南各地的陣頭這樣。繞境的範圍，我們都在安平的舊部落裡面。今年遇到3年元科擴大舉行，連北港的神童團也來共襄盛舉，晚上更有壓軸的100萬煙火秀，熱鬧非凡。記者周懷騰的報道。